欢迎乡亲继续收看1989躁动的理想台港中30年民主路的特别报道。6月事件，互中国学到一个教示，就是无稳定的因素，伫个布局阶段都要甲消灭。所以今仔日的中国看起来那像是经济开放，但是也是坚持一党专政，都是为着要稳定政权。这15年来，中国的民间陆陆续续有一寡公民运动。 像有维权律师站出来替民众争取权利，但是去互中共大肆打压。为1989年到今仔日这30年来，中国的民主化敢有进步？香港伫1997年回归中国了后，面对香港基本法的束缚，阁要安怎伫个艰难中前进呢？继续来看咱的报道。 中共为了控制或压抑上访，把他们自己当地人、老百姓抓回去。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他对民间、对反抗者的这个镇压，甚至变本加厉。赞成通过。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新经济改革开放，改变自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中国伫面临西方撤资、各地共产阵营崩盘加苏联解体，所采取的偏左、限制态度，确定了经济反左、政治反右的路线。但是，人追求民主化，就是一个人的天性啊，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等等，所以它不可能被压抑掉。 所以这股能量呢，慢慢的就在体制外又聚集。1993年，捌因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入狱的陈永敏，伫北京参与发起和平宪章运动，提出平反六四事件，加释放所有政治犯等要求，需要被判处劳动教育2年。 1995年，民运人士刘晓波等人起草致全国人大反腐败建议书，随来又搁提出六四6周年呼吁，并且甲出狱2党的王丹等人发起联署，结果一家人被监控软禁，王丹再度被捕入监。1998年，捌参与89民运的王有才，甲异议人士徐文林、陈永敏等人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 他们是在1949年共产党统治以后第一个阻挡的行为，而且是公开的行为。然后他们当然最后也被打击得很厉害，都被判重刑，11年、10年、9年不等。2000年前后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我们中华民国啊，我们都常试图要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或者是西方国家，它可以借由这个借由世贸的议题呢。 针对中国的人权议题来施压。江泽民在处理这个中国境内的这个民主运动的时候，一方面，打压，可是呢，看情况不对的时候，他就拿这些人当成那个筹码，啊，去换取国家的利益，送到国外去，减低他在国内的影响力。 这个时期，经济改革嘛促成当时的公共出版甲媒体有限度的开放，出现袂少半官方的报纸，也是市场化的媒体。那引进自由主义的论点嘛，开始报道甲民众切身相关的时事议题，像讲公共安全、食品安全、医疗权益等等事件。比如南方政府叫异地监察，就是我报那个恶性案件，我不报广东的，我报外地的。 所以这样广东就能过关。社会性报道出来以后，他也需要评论跟上，怎么去认识这些事情。所以我刚才说的自由主义的学者们，就把个人权利意识就放到了关于具体案件的评论当中。 2003年，媒体曝光乌北青年孙志光和广州执法机关收容拘禁被拍死，当时律师田彪等人挺身而出代理案件。 联名指示中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多次流浪乞者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最后中国政府废止收容遣送制度。这一年，一个有关民众权益甲公共利益案件陆续被媒体报道。今日维权律师有志之士以法律甲实际行动协助个案保卫公民权利。
也因此，2003年被称之为维权元年。维权运动，它和过去的这个民主运动呢，有一点区别，就是它和民众的利益、民众的基本权利、基本自由连在一起，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件，通过一个一个的事件去推动去捍卫公民的权利，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试图去推动法治的进步，比如说推动基层人大代表选举，比如说我们发起新公民运动，这些包括后来08宪章运动啊，那这些都是就推动民主的一些努力。2008年，刘晓波联合中国异议人士甲维权人士发起08宪章签署运动，主张修改宪法，实施分权制衡、司法独立、结社集会、言论甲宗教自由等。当时签署08宪章是第一批是303人，我也是08宪章首部签署者。在经过那么多年公民运动之后，人们的胆子比较大了，所以直接提出政治上要求。最严重的就是叫刘晓波被抓，然后还有08宪章另外一个签署张祖化也被抓了，他就12个小时回来了。给我一个窝吧！冻死我了都快！中国各地一直发生的维权事件。释放律师！验过中国当局蓄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扰乱社会秩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大量掠这的维权律师甲异议人士，就我发起新公民运动，倡导公民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法律学者柯志勇，成被人软禁。推动教育平权，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在这荒诞的时代，这就是我的3大罪状。后来，在2014年，被以自重扰乱公共场所特殊罪判刑入狱4年。2015年7月7号开始，中共公安当局更加伫23个省份进行大规模的逮捕。最严重的就是强迫失踪，然后判刑，受到酷刑，甚至有维权人士像曹顺利，就是在关押期间死亡。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比如说我的太太和女儿，在我到美国之后，他们被中国政府扣押，就是禁止他们出境等等，就是把他们作为人质来对我进行惩罚和这个威慑。就希望我在就是闭嘴，不要再继续做这些关于人权的事情。到习近平上台之后，他的这个打压就更加恐怖，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那种打压的力度，所以是一种全面清洗式的一种摧毁式的打压。所以现在维权运动虽然没有完全被消灭，但是处在一个低谷。为历史事件到即马30年，中共学到的就是将无稳定的因素消灭伫个反应的状态，贯彻所谓的维持稳定，提出中国民主改革甲人权状况倒退。习近平上来之后进行这个打击贪腐，他其实是对内事实上是一次的政治整肃，所以呢，延长了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呢，这个做法呢，让党内民主的希望破灭掉了。那以现在中国大陆现在这种体制的状况来说，不可能有人有能力透过这个全国人民大会的自由的投票取代习近平的了。以中国目前的状况，经济发展好亲像无的确会带来政治民主，即嘛输得一害之家台湾，必须都要谨慎评估每一步。因为他拿着几千颗导弹对着你了，所以说中国民主化、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是跟你们没关系，它是你永远回避不了的邻居。它如果变得民主化、变得理性的话，对你是有利的，是符合台湾现在跟未来的利益。或如果说中共民主化以后，他要说公投的话，至少会有很多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可能也会站出来去说一些客观中立的话。跟中国经济的交往可能会
带动台湾或者香港的经济，对吧？但是有个潜在的危险，它不可能仅仅带来是经济，必然带来的政治那样一种运作，所以这是双刃剑。中国在政治、经济、媒体、文化、教育各方面拢深深影响到台湾甲香港。中国敢有法度拥有民主、自由、人权，嘛关系到台港的未来。釋放民運人士，釋放民運人士。香港歷史事件以後的30年來，依然繼續以示威遊行、舉辦紀念活動等等的方式呼籲平反。64對香港，特別是民主運動跟社會意識的成長是正面的。當時是這樣想：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沒有希望。中国能够真正反转过来，有民主以后，就是香港在所谓的回归也好，香港的前途还是可以看得到的。捌伫香港大学教册邱延亮，1989年5月2日，带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去学演。伊较早是台湾白色恐怖案件政治犯，后来得到平反。伊回顾这30年来香港，心内感觉不安佮悲伤。彭定康他就说，香港到最后会所谓真正的沦陷，变成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之一。最主要的是香港内部有人出卖香港，就是被一个中国大的政权威胁，或者是害怕，或者这样子投靠过去。而目前香港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嘛。基本上啊，它统战的重担就放到香港的工商债上头。中国大陆的经济对香港的经济的影响呢，就越来越大。事实上，你要看到了，它北京政权跟香港的大财团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方面，香港对中国上依赖；在政治方面，对香港威胁上大的限制令，就是争议真济。香港基本法第23条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以及偷摕国家机密的行为。和香港人烦恼讲，在政治思想以及文化方面，拢会受到限制。所谓颠覆啦、泄露国家机密啦等等的东西呢，令到一般的香港市民呢也感到受到威胁。香港的民主运动呢，过去20-30年呢，发生了2个大事情。一个大的事情就是2003年7·11全香港的社会有一个大游行，反对23条立法。那也基本上反映了香港市民呢对自己呢的核心价值，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估计呢，起码是超过50万人了。2003年7·11，那然后是2004年元旦，2004年的7·11，前者大概有20-30万人游行，后者呢，估计呢也有50-60万人。另外，香港基本法第45条，行政长官的产生由提名委员会依照提名程序提名后，由普选产生。问题是，什么人有提名权，公民敢法度参与，拢是掌握伫北京当局的手内。1997年主权移交，香港基本法规定2007年呢，这个香港人民可以通过自觉的方式来决定行政长官跟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方式。中共透过北京中央的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动解释基本法，偷渡了一大堆制度性的障碍，所以让这个香港人针对这个立法会议员的全面普选，跟行政长官的全面普选、双普选、真普选，那个距离越拉越远。香港人所珍惜的公民自由、权力分立、公平正义等民主核心价值正在危丧。未来香港到底应该安怎行，成为新世代香港人必须思考的课题。
啊，那台湾30年来民主历程，又搁会使为中国的民主化、香港的自治权带来什么款的启发甲影响呢？